同人相處，如果成日只係強調大家有幾唔同，就好難相處得融洽。越係放大差異，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就會越拉越遠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多啲留意大家嘅共同點，溝通同相處自然會容易好多。美國哲學家愛默生曾經感慨話，人之所以會覺得寂寞，係因為大家唔去修橋，反而築起一道牆，將自己圍住。好多時候，我哋睇事情都只係由自己嘅角度出發，慢慢喺心入面築起高牆。當我哋只用單一角度去睇世界，心胸就好難變得寬廣，因為一個角度最多只可以睇到一面，但世界本身係多面嘅。真正重要嘅唔係你行咗幾遠，而係你思想有幾闊。就好似想令空氣流通，淨係留一條細縫係唔夠嘅，你一定要打開門窗，先可以真正通爽。